另外来看，国内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昨是去视察花莲的部队，感谢咱的国军伫咧中国军演的时阵守护咱国家的安全。另外，美国国务院亚太的副总卿南默克伊进前是有和中国外交部的官员来视讯，伊对中国军演表达关切，也强调咱这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由7人组成，其中炮长7个人组成的炮班由炮长下指令，炮手完成射击进前的准备。105榴炮有高机动性，会当射击了就随走转换所在，支援反机港甲反定力作战。总统赖清德伫国防部长郭立雄、甲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的陪同之下，自备头一届视导花莲部队。这嘛是中国宽大军演结束了后，赖总统头一届公开的军事行程。做一届视导陆海空三军，头一站是陆军的训炮营。 再来去驻守花莲新城的海防大队第4中队，在中国军演的期间，华南飞弹车机动调整战术的位置，是台湾东部以陆制海关键的战略。中岛甲空军第5战术混合连队等等的部队用餐。罗总统感谢国军坚守职务，守护国家的安全。过去这段时间，因应中国军演，大家都辛苦了，谢谢你们。对共机扰台的因应作为，以及战机的装备性能。 大家都在24小时轮班待命，执行空中巡逻任务。国防部2发布侦查到解放军的动态，有3架次中国军机行过海峡中线，中国军舰7架次，海警船4架次出现伫大海。针对中国军演，美国国务院亚太副总卿纳默克顶一日甲中国外交部边界甲海洋事务司司长洪亮举行视讯会议，美国真关心台海和平稳定。 包括像台海地区，包括这个菲律宾这个周边的问题哦，其实这是美国都在高度关切的议题哦。那其实双方还是各说各话，那彼此之间其实还是都在针锋相对哦。那可能未来的这个冲突呢，其实是还是可能这个目前看来只会增加不会减少。另外，日本防卫省2024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的草案公开，内底讲到国际社会烦恼台海两岸军事平衡向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了真紧。学者分析，日本烦恼台海。 透过甲美国加强合作，间接支援台湾，来阻挡中国。记者综合报道。